偷 bra 擦肆虐觀塘舊樓，婆婆都中招啊！你掛，我又掛，成條走廊都掛滿萬國旗。觀塘協和街建德大廈呢度，唔少住戶都將洗完嘅衫晾喺門口，懷疑有賊人就係睇中呢一點，加上大廈冇保安員，趁有機會就偷走女住戶嘅內衣褲。中招嘅除咗18歲少女，連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、人稱單眼西施嘅73歲廖婆婆，都慘遭偷 bra 擦，偷走1個胸圍同3條底褲。唔見咗嗰啲咧，價值幾多錢啊？好平啫，幾廿蚊啫。咁啊，梗係舊嘅啦。我哋個老人家仲咩成日買嘢嘅咩？廖婆婆話住喺建德大廈已經40年，自己冇得罪人，唔知係咪大整蠱。但最近大廈有單位出租作商業用途，多咗閒雜人等出入。警方唔排除多宗內衣褲失竊案係同一人所為，正翻查閉路電視片段，追緝賊人歸案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